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19題嘅選擇題啊。擺一個物體呢放喺凸透鏡前某個距離，調校平嘅位置，直至到形成一個清晰嘅像。OK，咁我哋見得到啦。咁啊呢一度呢有個物體，咁至到透鏡呢，我哋知道呢佢係應該係用 U 嚟表示物距嘅。咁另外呢，由像至到透鏡之間嗰個嘅像距呢，我哋用 V 嚟表示。好，咁跟住之後呢，先至睇清楚個題目咯。已知物體和像分別跟凸透鏡的兩焦點 F 和 F 派呢嘅距離係11cm 同埋40.1cm。如圖所示，透鏡嘅焦距即係 F 啦，究竟係幾多呢？咁樣咁呢題呢唔難揾嘅。咁我哋首先呢，我哋用一個基本嘅概念先。我哋基本呢有一樣嘢我哋必須要知嘅，就係而家嗰個物體好明顯，如果呢邊係物，呢邊係像呢，佢係得出嚟係一個呢放大啦嘅像嚟嘅。OK， 仲要知道喺對面去產生，亦即係話佢係一個嘅實像啦。咁而放大而有實像嘅，咁一定係配搭呢，就係倒立啦。OK， 不過呢一題呢，喺倒立呢一個情況之下呢，其實我哋係唔需要理會嘅。總之我哋知道佢放大同埋實像喺對面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既然係放大同埋實像呢，應該嗰個物體呢就要擺喺邊一度啊？應該呢就要擺喺 F 同埋 2F 之間，先至可以呢處理得到嗰個像呢係變成一個放大同埋實像嘅情況嘅。OK， 咁所以呢，我哋首先呢就已經可以排除咗一個答案啦，因為 A 呢個答案呢係講緊8.6嘅。如果呢度係8.6嘅話，理論上呢，呢一度都會有8.6喺11cm 裏邊。咁亦即係話，其實呢個物體已經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擺放喺 2F 之外嘅咯喎。OK， 大過 2F 嘅咯喎。OK， 咁亦都唔係我哋嘅考量嚟嘅，因為我哋話，如果係放大嘅實像嘅話呢，佢一定要係擺放喺 F 同埋 2F 之間。咁所以呢 A 我哋已經可以因為咁嘅情況呢，已經係查咗佢噶啦。好啦，咁剩翻低3個嘅答案，咁我哋呢唯有就係用一條嘅透鏡公式啦。嗰條透鏡公式係點啊？1/U 加1/V 等於1/F。咁當然啦，同學仔可以咁做嘅，就係11加上嗰個 F 啦，再1/40.1加上嗰個 F 啦，就等於嗰個 F。咁你會發現呢，如果真係求未知數嘅形式去揾翻個 F 呢，基本上係一個好難揾嘅一個嘅情況嚟㗎，因為係會 F 嘅2次方啊，揾個2元1次啊，咁亦都係嘥緊你時間嘅。所以呢，我想喺呢一度呢，建議大家就係就咁代落去，即係將嗰個答案代落去試下啦。譬如第一個 B 嗰個嘅代數呢，就係咁樣啦。加翻上40.1啦，再加17.3， OK， 等同揾翻個 F。如果嗰個答案係17.3嘅，咁咪啱咯。好啦，跟住之後試下 C 咯。如果佢係11，再加上21，再加1/40.1，再加上21。如果嗰個 F 揾得到出嚟係21嘅話呢，咁個答案呢就係 C 啦。好啦，咁你會發現咧，咦，點解阿 Sir 去到呢一度就已經停咗呢？個原因好簡單，如果呢兩個答案都係錯嘅話呢，咁答案就係 D 啦。所以呢，呢條題目係必須要你試2次。OK， 呢一個相信係最快嘅方法啦。咁當然啦，有啲同學仔話，咦，一啲需要試嘅題目，通常我哋都教係由下邊試上嚟嘅喎。咁但係 anyway 啦。無論你由上邊試落去，又或者係下邊試上嚟呢，你都至少要試2次嘅。OK， 咁所以呢，希望你揾得到你嘅答案。呢一題嘅答案呢，應該係答案 C 嘅。喺呢一年呢，揀 C 嘅同學仔呢，總共有67%。OK， 好，希望你呢都會試得快啲，或者係好好彩地揀中咗你嘅答案啦。好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